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黃大仙新樓盤匯順開放咗現樓嘅示範單位，今次帶大家睇下一啲三房嘅單位。咁位置上呢，距離黃大仙站大概3分鐘嘅路程，大家可以慢慢收看。如果有興趣想睇現場嘅示範單位，歡迎揾我 Walker 幫手。多謝你。